即摆各县市拢咧拼疫苗的涵盖率。高雄市除了鸡蛋甲展览馆之外，今仔日特别搁来加开一个大型的注射站，就是伫港边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为着要讨解着大家注射紧张的情绪，场内搁来播送着歌手李宗盛的歌。到长辈讲来注射，就袂输是来看演唱会同款。也搁有人讲，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会当讲是全台湾上水的注射站。画面咧放歌手李宗盛的 MV， 有人对咧唱，有人拍节奏，大家拢真轻松。气氛真好的这个注射站，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场馆大甲需要有人提牌仔来支持。场馆外口有爱河，阁有高雄港，阁会使看到随时会经过的轻轨列车。这么水的注射站，后袂就来自疫苗的时代，阁有家属拢摕手机啊一直翕。我也是第一次进来，我感觉得很幸福，很轻松，就是来看演唱会。这个环境，互来自疫苗的时代讲心情有够好。我停车场这样出来，感觉走在公园里面就已经非常的感觉很放松。高雄大型的注射站除了鸡蛋和高雄展览馆，即马开始在要打造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嘛是注射站，而且场内大家拢会有惊喜。爱甲大家声，引诱大家来打疫苗啊，所以要无所不用其极。开放纵观的交流馆来吸引民众注疫苗，希望增加注射率。不过，这个出入口的位，互这位脚受伤的阿伯有淡薄吃力。行无几步就要休困，做完疫苗，阁要行将近200公尺过车路，才会到停车场。阿伯讲，场馆真正真赞，不过嘛希望停车的所在和场馆的距离会使阁较近，对行动不便的时代来讲，才会阁较方便。